平安口中嘅愛馬仕，今日前前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咩叫做高冰甚至乎玻璃種。第一粒就係咁細細粒高冰種，加上飄揚綠嘅，佢就係達到玻璃種級別嘅，成個光感同埋剛性好足。呢個有木蠟雪花面嘅，第一飄絲嘅羊綠，呢個咧好厚、好透手、好有光感，剛性已經出晒嚟啦。好似每一粒都一樣，但係只要你仔細咁睇，佢又有唔一樣嘅地方。佢冇過多嘅顏色嘅點綴。因為佢種水足夠嘅好，成個光感質感都好到位。白冰嘅福酒咧，呢粒又係新做出嚟嘅甘醇嘅白冰嘅豆，再加上一個大葉嘅襯托，哪怕托咗底，但係你戴上身佢仲係可以貼住底。呢粒寓意咧好肥嘟嘟個皇冠式嘅扣頭，戴上身更加有貴氣感。呢手嘅扣咧都係同一份料做出嚟嘅，自己起披，自己做手壓，同埋邊角嘅部分都會做一啲精品嘅掛件，令到你哋各取所需。呢個福瓜亦都係同一份料做出嚟嘅，做咗雙嵌，佢嘅光感又出到嚟啦。其實打面嘅雙嵌款式係好多嘅，更加貴氣。呢一種款式亦都係非常之經典，唔過時。馬鞍戒大家見得好多，馬鞍嘅手鏈可能好少見。如果係中意戴金鏈嘅朋友，再加啲高冰嘅綠底嘅一個馬鞍，呢個畫龍點睛嘅效果係咪好有個性？做貨好多時講究嘅係心思，當我哋將心思傾盡喺每一件翡翠上邊，佢就會回饋俾我哋更多嘅亮麗風景。如果大家有諗法嘅，不妨多啲同錢錢交流一下，關注錢錢賣翡翠唔踩坑。